快必講耶穌2026年2月18日聖灰日講章。今日係年初二，亦都係聖灰日，預苦期開始。有心思，天主教叫預苦期呢一段日子做大齋期，主張係刻苦施捨反思。但係我想借用侯活士嘅神學講講預苦期嘅政治。政治關乎權力，關乎向邊一個效忠敬拜，關乎人同他者同世界嘅關係，關乎肉身。所以預苦期或者整個基督信仰呢，都係關乎政治。至於呢一個政治係咪同大家一向所理解嘅政治相同呢？呢一個答案呢，係信者一生呢都喺度思考嘅事。馬太福音6章1至6節、16至21節嘅經文呢，好應節，講祈禱、講施捨、講禁食、講財富。點解暗中施捨、暗中祈禱、暗中禁食？唔好俾人知道，同之前耶穌要求我哋光要照在人前嗰一種公開性有冇矛盾呢？點解一方面要求我哋要光照在人前，但同時呢又要求我哋暗中施捨、祈禱同禁食呢？矛盾嘅重點係叫我哋注意追隨基督嘅人，佢哋嘅可見性係向邊個隱藏呢？潘霍華指出，門徒跟隨耶穌應該一直注視喺耶穌嘅身上，而唔係注目喺自己嘅所謂好行為上面。門徒嘅義係喺自己面前係隱藏嘅，門徒應該放棄自己對自我嘅強大意識，呢一個甚至可以講係違反人性嘅。所以呢一個說話係好難，邊個能夠相信呢？亦都可以講係老小門窄嘅。施捨嘅時候，馬太福音話左手不知道右手所作的，好有詩意。真正係出於愛嘅行為，必然係向自己隱藏嘅行為。耶穌呼召我哋，唔單止係叫我哋唔好去注視自己嘅行為，甚至係自己對自己嘅愛。正如我哋講到愛人如己嘅時候，總係話我哋去愛人係好似耶穌咁去愛嗰個人一樣嘅愛。我哋愛自己就好似耶穌愛我哋一樣去愛我哋自己。呢一個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嘅向住自己係有少許唔同嘅，因為愛人如己嗰一條誡命係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主並排而講嘅。唔在意自己，忘我無我，唔單止係一種自由。預苦期我哋講嘅係自由，不被政權、不被罪嘅結構所克制嘅自由。唯有耶穌可以透過十字架將我哋從罪嘅克制之中釋放出嚟。如果我哋話我哋有啲乜嘢義行啊、善行，例如施捨啊、捐獻，理解為自己擁有嘅德性呢，咁樣就係罪嘅轄制啦。我哋應該將嗰啲善行、義行理解為我哋藉住自己領受嘅恩典、恩賜禮物而被塑造而成嘅人。而禱告係塑造我哋嘅恩賜行動。我喺冤獄禱告5年幾。唔係我一個人喺度禱告，我嘅群體、我嘅弟兄姊妹都同我一齊禱告。禱告總係話我們的天主經同埋呢一個主禱文都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受顯揚，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地上，如同天上一樣。我哋嘅禱告唔係為咗啲乜嘢，只係單單為咗禱告而禱告。今時今日，我哋要喺暗中禱告，最真誠嘅內心說話，只能夠喺暗中先至能夠訴說。聖父亦都會喺度暗中報答我哋嘅。我哋喺暗中祈禱，連左手都唔會俾右手知道，又詩意又浪漫嘅禱告。我哋藉住跟隨耶穌學習禱告，而耶穌本身係聖父為我哋而作嘅禱告。主禱文完美咁由耶穌嘅一生示範咗。嗰個禱告就好似耶穌嘅禱告一樣，係喺度暗中嘅，但係就令上主嘅旨意顯明。
預苦期講到禁食，好多人168，又有啲人一日一餐，又有人一週一日或者2日斷食。但係我哋講嘅禁食呢，並唔係斷食節食。禱告同禁食呢係緊緊相連嘅，兩者都係我哋學習懇求嘅時候所需要嘅操練。而懇求本身呢，就係由身體主導嘅行動。我哋懇求生存，因為我哋嘅身體需要咁樣；我哋懇求生活下去，因為我哋嘅身體係脆弱嘅。而吊詭嘅係呢一個脆弱嘅身體，竟然脆弱到一個地步，令我哋否認我哋嘅身體係真正嘅係我哋嘅。我哋會認為真正嘅自己係內在於我哋嘅裏面。耶穌唔同意呢一個幻想，佢一詞中的咁講：你哋嘅財寶喺邊度，你哋嘅心就喺邊一度。當我哋呢希望人睇到我哋好敬虔、正義、純品，個人好好、神聖，睇到我哋喺度禁食、好慘、好殘、好盡宗教義務嘅時候，呢一切呢就同我哋嘅財富、我哋所重視嘅珍寶有關啦。禁食關乎身體，我哋用身體嚟觀看，因為呢觀看係一個身體嘅行動，冇錯。人呢係思想嘅動物，人呢係會思想嘅蘆葦，只係呢一個蘆葦係脆弱嘅。人係思想嘅動物，然而思想亦都係身體。呢一個好馬克思，人嘅身體位置坐喺邊一度，人呢就會點樣去思想。如果我哋嘅身體有使我哋相信可以透過財寶同權力答應保護我哋嘅財寶嚟對我哋宰制嘅話，我哋就必須學習禁食。而禁食唔單止係喺大齋期裏邊呢進行嘅操練，禁食更加係門徒生命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禁食應該係一種生活方式，甚至係一種喜樂嘅生活方式。可以講，禁食使到我哋得以自由嘅恩賜禮物。禁食亦都叫我哋學習尊重自己嘅身體，即使呢最終會死去。因此，人被呼召進入一個禁食嘅生命，使到我哋學習放棄嗰啲我哋以為不可失去嘅嘢。真正修行嘅人呢，係唔會承認佢哋自己喺度修行嘅，因為佢哋唔覺得受苦有啲乜嘢了不起。佢哋嘅受苦原來係自由嘅痊癒。最能夠勞役人嘅就係人以為自己唔能夠失去嘅嘢。所謂受勞役嘅生活，就係受世界權力所克制嘅生活。呢一個係禁食嘅政治含義。禁食使人發現自己究竟係服侍邊一個？我哋唔能夠又侍奉上帝，又侍奉君王。我哋記得馬太福音22章15至22節，有人用納稅呢一個嚟試探耶穌。耶穌巧妙咁回應：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而凱撒本身呢係上帝嘅。呢一個我哋要謹記。嗰一個唔係講政治分離，或者呢世界仔基督徒做兩面人嗰一種。耶穌呼召門徒過嘅生活，聖灰日以及呢其後嘅預苦期，提醒我哋係簡樸、美麗、不受宰制、自由嘅生活。追隨耶穌基督嘅話，我哋唔能夠避免咁成為當權者嘅威脅，威脅到羅馬政權，威脅到佢哋管治嘅世界意識形態。基督徒唔係要刻意去追求顛覆嘅生活，不過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按住馬太福音5至7章嚟生活嘅話呢，就免不了對事情嘅本相發出挑戰，一種最激進嘅挑戰。我都好懷疑有冇人呢真係可以咁樣呢？一個人唔能夠，但係一個群體可以依賴上主嘅恩典，一齊呢操練過呢一個簡樸、美麗、不受宰制、自由嘅生活。願榮耀歸上主，香港誠心所願。